咁如果準備好呢，我哋一齊誦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福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聖經讀畢，願神祝福讀佢話語嘅人。而家係講道，請黃牧師。弟兄姊妹平安，好多謝教會又俾我呢個機會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分享神嘅話語啊！我哋先係簡單作個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哋滿心多謝你喺呢個末世嘅世代裏邊，我哋睇到撒旦喺地上嘅何等嘅猖狂橫行。我哋喺屬你嘅子民嘅當中，喺呢個時候，我哋實在係要負上無限嘅警惕，時時提防撒旦嘅破壞。我哋求你嘅靈都係喺各個教會裏邊係運行，叫我哋都係有個智慧嘅心去分清楚乜嘢係撒旦佢喺度嘅搞破壞嘅途徑，而我哋都係有充足嘅智慧，求你幫助。以上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嗱，今日好多謝教會又俾我呢個機會，喺呢個時候往往打開新聞睇到世界上發生好多令人好唔愉快嘅事情，我哋都係見到世界末了都係近啦。咁我哋作為教會，我今日選嘅題目係教會嘅角色。如果要問大家，大家都唔難解答嘅。教會嘅角色係乜嘢呢？係叫人認識神咯，然後接受救恩咯。但係咁樣回答，卻係有好深厚嘅意味要我哋去了解嘅。其實教會從古以嚟都係唔完全噶啦。我哋打開啟示錄喺第2章就開始7個教會神所俾嘅評價係乜嘢，就知道起初嘅教會都係唔完全嘅，何況係今日呢？所以打開啟示錄第2章一開始俾教會7封信，就係話呢，俾以弗所教會嘅信嘅評語係乜嘢呢？就係話佢失去起初嘅愛心。俾別迦摩教會信嗰封信嘅評語又係乜嘢呢？話呢個教會有撒旦嘅座位。然後又俾老底嘉教會佢嘅評價話佢係不冷不熱。俾撒狄教會嘅評價就係話呢，我知道你嘅行為名義上係活，實際係死嘅。咁呢啲教會一路咁樣流傳到現今，都有唔少嘅教會係存有呢啲問題。但係咪所有教會都係咁曳呢？咁唔得神喜悅呢？又唔係喎。其中有2所教會就係話士每拿教會，神俾佢嘅評語係乜嘢呢？話佢係至死忠心啊。俾非拉鐵非嘅教會嘅評語係乜嘢呢？佢話你有一點力量，亦遵守我嘅道，冇否認我嘅名。眾教會裏邊大概就係可以映照出當今教會就係有咁多嘅問題。
幸好仲有唔係所有教會都係咁樣，仲有一啲好嘅教會，一啲真嘅教會。咁所以神感動我今天要講呢個信息，就係要我哋明白，我哋點樣做一個真教會。經文一開始第一句就係第一節就話，一個好嘅教會就係要當以基督的心為心。好嘅教會係咁嘅，以基督的心為心。咁我哋今日分三個主題去同大家分享。以基督的心為心，第一個就係乜嘢叫做心先。第二個，我哋明白咩叫心之後呢，就要明白基督嘅心係點噶啦。如果我哋唔明白，就點識得去以基督嘅心為心？最後第三個呢，就係話基督徒啊嘅心係要以父懷念嘅心，父嘅事懷念嘅心，咁樣一嘅教會就先至係合乎神心意嘅教會。咁我哋開始講啦，心究竟係乜嘢？嗱，我哋都知道，當我哋一旦接受基督救恩嘅時候呢，成為主嘅門徒啊，神就對我哋有期望嘅。神對我哋發出命令嘅，神嘅期望同埋佢嘅命令係乜嘢呢？係要我哋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徒保羅更加講到，無論不得時不得時，都要傳福音。嗱，呢個係神俾我哋嘅使命，俾教會。嗱，近日我哋都知道柯克事件，佢為咗傳道，柯克不顧一切，佢盡量做到無論得時不得時去傳道，結果奉獻咗生命。柯克事件有好多人為佢悲痛，亦有人話佢唔算得乜嘢，冇必要為佢哀哭。嗱，無論我哋點樣睇法呢個問題，至少我哋要問，我哋係唔係有以基督嘅心為心呢？我哋要咁樣問下先得喎。神對我哋嘅要求，我哋睇下當日彌迦先知點樣講就清楚啦。神對我哋嘅要求係乜嘢呢？神對我哋嘅要求係話行公義、好憐憫，仲要存謙卑嘅心，與主同行。悲哀嘅是，今日教會漸漸失去呢啲角色啊！例如，當見到社會嘅不公義，教會會選擇沉默，免得講錯，講多錯多。見到有人喪失性命，唔會悲哀。呢啲正係可以睇出違背行公義、好憐憫嗰個角色、嗰個原則。聖經話神愛世人，所以太陽既照好人，也照歹人。神愛世人。今日教會有崇拜，有讚美，有祈禱，又有神話語嘅分享，形形色色嘅團契都存在。一個咁嘅教會係咪就夠呢？
我哋要知道，教會係世界嘅光，光唔係叫人放喺斗底下，只照亮教會牆內就算啦。教會唔係咁嘅。原來斗咁多物件，聖經用個斗揾個斗嚟做比喻，而斗係古人營商嘅時候計算利益嘅工具嚟嘅。如果光放喺斗底下，只講利益，係咪？意思係話只照亮教會牆內就得啦。牆外嘅世界點樣話知你點樣作反，教會唔關事，唔關教會事，係咪咁啊？教會係世界嘅光啊，要放喺高台上。只有放喺高台上面，我哋仲要話高登遠照啊嘛，咁樣先至可以將牆內、牆外都照亮，整個世界要照亮，呢個先至係教會嘅角色嚟㗎。今日經文一開始就強調，教會要做嘅必須以基督的心為心。經文第一、第五節就一開始就咁講，教會要做嘅一定要以基督嘅心為心。咁而家轉入正題啦，乜嘢叫做心先？大家似乎都有答案啦，心係喺度拔拔跳嗰個心咯，係咪咁就咁簡單啊？嗱，原來詳細分析個心呢，心臟原本係動物體內傳送血液循環嘅嗰個器官，喺我哋身體嘅正中央嘅嗰個位置就叫做心。有人認為係大腦嘅代稱，例如用心、勞心個腦啊。有人可以話用喺情緒方面嘅，例如感情、心煩。心平心靜氣啊！又有人話形容喺思念上面嘅，例如全心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表示喺真誠方面嘅，例如愛心、心願、心服。更有形容喺中央位置嘅，例如手心、核心、掌心，呢個手心。嗱，講到心就有咁多範圍裏邊，唔係淨係話拔拔跳嗰個隻心。咁有好多人就認為一個人兩條心唔係多，有人咁講嘅喎。一個人兩條心係邊啲人講嘅呢？嗰啲心懷不軌、各為鬼胎、心術不正嗰啲人講嘅。一個正常嘅人呢，唔會講得出口呢句説話嘅。呢個係唔難理解，但係我哋唔值得我哋去仿效嘅，係咪？一個人兩條心點搞啊？100個人冇嘅200條心啊！有人又唔係咁嘅喎，佢遇上難題嘅時候，知道一個人唔能夠解決啦，為咗盡快了結嗰啲難題，佢又話喊出呢萬眾一心，認為要好多人，人多勢眾，同心合力就容易辦事啦。有人咁樣講個心。嗱，今日我哋喺度唔係講一個人兩條心，又唔係同大家分享萬眾一心。我哋要講嘅係乜嘢呢？係以基督的心為心。我哋今日要講嘅，咁
以基督的心為心，基督嘅心係點㗎？如果我哋連基督嘅心係點，我哋點樣去做到以基督的心為心呢？咁大家一齊呢，就去了解一下基督嘅心究竟係點嘅。咁我哋先至可以學到嘢嘅，係咪？嗱，咁我哋係從聖經裏邊呢，去理解一下基督嘅心究竟係點嘅。嗱，以下有幾聖經裏邊講到幾點基督嘅心究竟係點嘅，我哋先至去明白點樣去行出基督嘅心，以基督嘅心為心。耶穌傳道嘅時候，行咗好多神蹟，世人都拒絕，唔單止拒絕，仲頂撞耶穌。耶穌唔單止唔同佢計較，反而以乜嘢呢？以柔和的心對待佢哋。基督嘅心係柔和的心，反而對佢哋話：凡勞苦擔當、受重擔的人嚟我這裏來，我使你們得安息。耶穌基督嗰個柔和嘅心，佢唔計較人哋頂撞，仲話到我這裏來，我使你得安息。耶穌嘅心係咁嘅。第二個呢，耶穌嘅心係有赦免人嘅心嘅。我哋唔係喎，有時好多時候你得罪我，老虎蟹都唔交，唔報復就。耶穌唔係咁噶，耶穌基督嘅心係有赦免人嘅心。喺聖經裏邊話俾我哋聽，當耶穌上十字架，嗰個盜賊對耶穌話：求你得國嘅時候紀念我。耶穌點回答佢呢？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就與我在樂園裏了。耶穌冇計較呢個盜賊罪大到要死，但係佢認清耶穌認識耶穌有拯救嘅能力。耶穌唔計較，今日你就要同我喺樂園裏邊。耶穌嗰個赦免人嘅心係好難得噶。第二個啊，今日第三我哋再講，耶穌仲有拯救人嘅心喎。基督嘅心。有一次耶穌同佢嘅門徒去耶路撒冷，見到嗰啲人唔接待佢，佢嘅門徒雅各同埋約翰就好火滾啊！佢對耶穌話：呢班家伙佢唔接待我哋，可唔好用從天上叫火降下來消滅佢哋呢？約翰同雅各嘅見解就係咁。耶穌轉過身嚟對佢哋話：人子來嘅目的係乜嘢啊？唔係要滅人嘅性命，係要拯救人嘅性命啊！嗱，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嘅心，係拯救人嘅心。仲講耶穌嘅心係以父嘅事懷念嘅心啊！耶穌佢講呢啲人為什麼要找我呢？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應當已在父家？難道你不知道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裏嗎？耶穌嗰啲人要煩住佢，俾好多難題佢。佢話：唔通你哋唔知道我以父家的事懷念嗎？呢個就係耶穌基督第四點講出佢以父的事懷念。
再講耶穌嘅心係憎惡偽善啊！耶穌責備法利賽人嘅偽善，佢話用咗佢生平最嚴厲嘅話教導嗰啲法利賽人。耶穌點教導佢哋呢？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誠實敬拜，因為佢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佢嘅。可見得耶穌對呢啲假冒為善嘅人嘅憎恨，心靈誠實，不傳詭詐，先至係基督嘅心，基督要嘅心。仲有啊，耶穌仲有體恤軟弱人嘅心。希伯來書講記載，因為我們的大祭司當然指耶穌基督啦，佢並非不體恤我們的軟弱，佢亦喺各方面受到試探，同我哋一樣，只係佢冇罪，即係耶穌基督同我哋一樣噶，只係佢冇罪噶咋。乜嘢同我哋嘅性情各方面一樣，所以由於佢有咁嘅體現，所以佢有體恤軟弱人嘅心。即係話，如果一個人你未做過乞兒，你點知乞兒個肚餓啊？咁解啫嘛。耶穌同我哋一樣嘅性情，所以我哋有咩問題，佢係體恤我哋嘅。耶穌預先警告門徒，門徒會因為耶穌而跌倒，需要警醒，所以耶穌喺彼得未曾3次不認佢之前，就為彼得禱告，使到彼得不致失去信心。佢復活之後，又向門徒顯現。目的係乜嘢呢？係要堅固門徒嘅信心咯。呢啲一切都係佢顧念，耶穌顧念我哋各種軟弱嘅主，佢係體恤我哋軟弱嘅主。仲有求父嘅旨意成就嘅心。求父旨意成就嘅心，喺馬太福音記載，耶穌俯伏在地上禱告話：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嘅意思，係要照你嘅意思。嗱，呢個係講出乜嘢啊？耶穌係求父嘅旨意成就，唔係求佢自己。所以我哋禱告嘅時候，成日就話求神俾我呢樣嗰樣咁樣，唔成就咧就好唔高興噶嘛。有噶，我都有噶，我都有時都會有噶，唔好話大家。所以以上不過係從聖經記錄中攞出幾個例子，講明耶穌嘅心究竟係點樣嘅心。總之，神嘅一切美好、聖潔、慈愛、溫柔、良善嘅性情，都通通包括喺耶穌嘅身上。耶穌嘅心係咁，咁我哋明白基督嘅心係咁啦。信徒要以基督嘅心為心，就以基督嘅思想為思想，就一定要呢喺生命上像他。此刻喺肢體上邊嘅生活，能夠俾弟兄姊妹呢，至少要做到彼此相愛、彼此合一。呢點啊非常重要喺教會裏邊。好多教會本嚟一個教會好地地、好熱鬧，慢慢就分裂，就係咁啫嘛，冇合一。
冇彼此相愛啊嘛。咁我哋明白基督嘅心究竟係咁樣咯。咁我哋就容易行出以基督嘅心為心嗰個行動啦，係咪？未講我哋都唔知基督嘅心詳細係點，我哋又話可以話唔知。而家知道我哋弟兄姊妹教會，我哋就知道點去做啦。以後最重要一點，教會最弊嘅就係冇以父的事為念。我哋基督嘅心係要以父的事為念。喺經文6至9節就講到，基督本有神嘅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反倒空自己，成為奴僕的形象。甚至還要謙卑自己，全心順服，乃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嗱，呢個喺呢幾節經文裏邊呢，耶穌佢嘅心係去到頂峰。有咩回應呢？神下邊講啦，神就將佢升到至高，又賜佢超乎萬物之上。耶穌嘅心思，佢嘅途徑係全然謙卑嘅效果嚟啦。其實耶穌全以父的事懷念，已經係佢從與生俱來嘅嚇。如果我哋喺聖經裏邊講到耶穌細蚊仔嘅時候進行嘅過節，咁人人都完咗就翻屋企啦。咁個父母以為佢都喺個群眾裏邊跟住一齊走咧，點解走咗幾日，發現佢唔喺身邊，心急啊走翻轉頭揾耶穌。喺邊度揾到嘅啊？如果大家有讀聖經，喺聖殿裏邊坐喺聖殿裏邊聽真理，一面用心聽，一面用心問。耶穌父母揾到佢嘅時候，就有啲責備嘅口吻：喂，你累得我哋又要走轉頭揾你。耶穌最後點回答佢呢？耶穌話：你豈不知我以父的事為念嗎？如果我哋教會弟兄姊妹，人人都能夠好似以基督嘅心為心，以父的事為念，教會自然就興旺啊！耶穌嘅心思途徑，耶穌全然降卑，所以佢最後坐喺最高之處，自己謙卑觀看天下萬事，坐喺最高之處。耶穌係神，卻分秒地唔堅持自己嘅地位。我哋嘅主，佢唔自居，卻取奴僕嘅形象啊！以奴僕嘅靈去服侍地上嘅罪人，唔單止咁，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贖。最後神將佢升到至高，賜俾佢超乎萬民之上。咁我哋喺地上嘅教會，我哋要得神喜悅，成為一個真教會，我哋必須要以基督嘅心為心。喺今日，活在今日，我哋都係教會所愛嘅。咁我哋嘅思念究竟喺邊度？係唔係以基督嘅思念為思念？神向我哋喊話，勸我哋侍奉，當以基督嘅心為心先至係，並且要全心謙卑順服，先至成為神所喜悅嘅侍奉嚟噶。
嗱，今日人心壞到極處，要改變世界，基督徒係需要負起鹽和光嘅作用嘅，喺人面前讓人喺我哋嘅身上睇到基督先至係嘅。今日我哋要以今日所講嘅，我哋平日生活必須要以基督嘅心為心之外，仲要喺生活上千祈唔好做損人利己。損人利己嘅行為係冇愛心嘅行為，我哋唔可以做。俗語都話：非利不為，非財莫取。意思係話，作為一個人，特別作為基督徒，唔好做違背公理嘅事，唔好攞唔應得嘅嘢，只利用從神而嚟俾我哋嘅恩賜，去服侍神、榮耀神，咁就夠啦。但願我哋教會浸信會係一個神所喜悅嘅教會，係一個士每拿嘅教會，至死忠心。願我哋教會係一非拉鐵非嘅教會，有一點力量都遵守神嘅道，唔會否認基督嘅名。呢個係神對我哋對每個教會嘅期望，所以重複再提一下，我哋既然活在今天教會嘅每個門徒，務必要以基督嘅心為心。基督嘅心係點嘅呢？柔和嘅，基督係柔和嘅，赦免人嘅，拯救人嘅，以父的事為念嘅，體恤人軟弱嘅，成就父旨意嘅。基督嘅心係咁嘅。願弟兄姊妹，神祝福我哋都能夠跟住今天佢神話語嘅教導，我哋去實行出嚟，讓我哋教會成為一個名副其實嘅基督嘅真教會。我哋重新祈禱。親愛天父，我哋滿心多謝你。我哋深知時至今日教會嘅角色大不如前，求主你的靈重新運行教會裏邊，讓教會再次得着復興，更使你嘅名因而得到稱頌。以上嘅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